南走镇的夜站新开一条连通步道，方便游客行搭参观。讲为这个菜寮化石园区过来的游客，坐完这个夜站了后，就会当就近行到老街参观古建筑。台南走镇的5分车玉线线已经完成真侪设施，为着让走镇驛站袂使连通走镇老街，搁开一条新的步道。公所嘛伫附近种树仔来美化环境。这个右边这边哈，这个土地哦也是杂草丛生啊，我觉得像争取地主的同意哦，乡公所把办理美化。除了美化环境，嘛希望透过地方创新和社区营造计划，将走镇过去的青叶和老热找回来。哦，游客也是可以来看看，顺道看一看哦，老街的情形。希望透过这个转型和改变，会当让走镇的旧社区有新的活力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